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态度，就是他的意见？OK，江常委在会议中他也表示说，这只是他个人的构想哦。那主席当然是他有再一次讲说呢，我们国民党对所有力量，包括郭董，包括王院长，还有所有其他支持的力量，我们都应该要继续的来囊括大家的支持。至于形式呢，或是是不是要跟谁去什么时机，这当然要选择最好最佳的形式，也不限于说是不是一定要用什么样带几个人这样的方式。大概主席是有这样的讲法。好，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媒体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来为各位做答复？还有吗？好，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转述记者会就为各位转述。来，神秘礼物。哎，神秘礼物，我说神秘礼物，一顶无啊你。哎，这摆世界上行的无啊是那回事？补员工的哦。补员工，真的。那还好。哇，顺泽宫的，好，顺泽宫的。给今天的中秋佳节，多谢。这个多谢哇，台湾的品牌，这5星了，台湾品牌，多谢，正好也姓郭，桂花店，我在，这最后品牌，好来，这贵，来，下次管理，多谢哇，来我看一下，来，第一个莫忘初衷，好来，莫忘初衷，好了，第一点，好来，南北极了哈。我们大家这个初衷就是捍卫中华民国，要维护台湾的主权，要确保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各种制度，来，第二上天指路，上天指路，上天指明路，和国家的人民来行。国家的领导者，做来做努力，这上天指一条上光明的路，互咱行，互咱选择，来，第三，顺应因缘，一切就是缘生缘灭，所以我们顺着因缘走，这个就是大道，道就是宇宙的能量，道是有无相生。无高无相生，道是我们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个运行的法则，所以这德足重要，所以顺应因缘就是顺应德，来，就祝大家阖家平安，阖家都健康，哇，这里每一位都可以来接受我们郭董他的一个祝福哇，来，神秘礼物，哎，神秘礼物，我说神秘礼物，一顶无啊你，哎，这摆世界上行的无啊是那回事？补员工的哦，补员工，真的。那还好，哇，顺泽宫的，顺泽宫的。这点，咱就送给郭董，祝伊安尼一切拢冠军，你嘛成功吗？我要有咧，我家己要有咧，来送我家己要谢谢，今日是要送给郭董，所以伊就特别为迄个郭董去中华片，还是迄个拜托信任的有啊？都昨天早上人家送来。哇，特别帮郭董留一顶。对，我当然有2顶，一定要送给他。我有，对，要带起来，你看，来，这顶无啊意义，恁大家拢知影嘛，得冠军啊！冠军，